宜兰地区员指出，环保局89年开始借用新营体育场作为办公厅舍高搭，根本不是借用，而是占用。伊认为，若是民间早就被告侵占，所以要求环保局检讨。对处局长坦承，其实遐空间无好，已经看局处倒找出路。一个环保局无法度家起办公厅舍，就借用体育场，借用阮新营市民运动的空间，自从关系合并进程就开始借用，这哪解决？你看，到你的手无要解决吗？敢有想要解决？要解决，有想要解决。哦，我希望是安尼啦，将这个空间新营体育场运动的所在留出来，互新营市民，互台南市民，安尼敢好？我多谢地员的，我甲你讲的这个建议吼，当做我伫这部分吼。种溪北嘛，就互你一个建设啦。针对新营体育场，议员进一步表示，目前包括游泳池、棒球场、甲羽毛球等侪场馆拢是趴远，加上场地不得不切，要求趁112年担举办全运会时机来整修维护。迄一个过去的体育馆，遐尼存在遐尼久啦吼，迄内底有篮球场、有棒球场，有篮球场，有羽毛球馆。哦，环保局占用伊就占用伊，吼，迄来套转来啦吼。游泳池，这几项物件，你也看哪一项会当实际比赛来使用的？敢有过即摆敢捌来摕出来甲检讨过？咱做起个行政站遐，更加好老伊土倒伊，安尼总解决。甲地员无，咱即摆来等你检讨，即摆即个时阵等你检讨。是咱两个咧讲你检讨吗？毋是，就伊个咱要接办的时阵，咱就爱检讨讲咱即马有即个底。把全会时机、公营时间的议员张新开、罗坤豪嘛赞成，都来要求挹注公部门经费来维护场馆，卖当甲民间合作，采用体育特区的概念，引进企业投资。台湾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